其实驾驶要注意家己爱车这个目骨面，也是少后镜。这驾驶若赛车到新地飞凤山，真正爱细致，因为这个山沟时常会照镜，顺手将镜片就咧拔去，有诶呢将规个镜甲压掉。这个送道民众呢，就煞去啉咖啡，伊本身的这个百万名车对着这个山沟伫背这个镜，伊讲真正是有够无奈。其实这时常发生这款类似的代志，要有车主出奇招，用这个塑胶袋啊。将这个镜甲盖起来，袂让这个山沟有机会照镜。开倒镜子诶！高山啊照镜，照看卖有缘投无，毋过伊手真贱，伫咧摸来摸去，看到人随知影伊是要创啥物。真的要拔镜子啊 ！Oh my god！ 高山啊真巧，安尼扛上去，就当运心啊照镜，直接搞甲镜扛落来，含电线嘛错断，尻川叫咧，行过大路，真正受够好大胆。但是还蛮傻眼的。如果说他没有这样影片存证的话，我们还会想说，哈，那应该是人为的吧？车主主要是我爸爸，当下其实是蛮心痛的。团友说的一些，至少一定是上万块。百万名车算长，车主是要靠无目屎。原来昨一天，伊去新店飞凤山啉咖啡。是物到狗就甲自动收起来，目镜领变开，搁甲镜扛落来。嘛讲好歹留一下全尸，含侦测功能嘛害去。毋免等车手报价，心肝就已经开始咧智慧。啊，狗背镜的代志，伫咧飞凤山常在听到。附近的民众嘛讲，这个狗实在是真热。常常被拔的。3次啊！一次那修多少钱啊？一次我的修费要4000多块。我那一片啊！骹手是真美丽，3月底毛民众的车受害，小连续发生狗偷摕镜案例。个庙内底强品行偷出去，这到底是免怎处理？已经请我们的新竹县政府农业处可以用诱捕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可以成功把它捕捉到。农业局掠狗计划可能速度较紧嘞，某车主出奇招，用衣帽甲目昆领包起来，凡细狗照袂着，嘛摸袂着，就袂想要偷摕镜。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